主席，我動議印載於議程內嘅議案，主旨係促請特區政府盡早正視本港人口結構變化，設立專責規劃人口政策嘅最高層次架構，以推動短、中、長期嘅人口政策，令香港經濟同埋社會得以持續發展。主席，香港正處於由治及興嘅關鍵時刻，卻面臨嚴峻嘅人口挑戰，出生率持續偏低，人口高齡化加劇，勞動人口參與率逐步下降。呢啲結構性嘅問題，若不能有效解決，不同行業、不同職業階層呢，將面臨系統性嘅人手短缺，公共服務將承受巨大壓力，香港嘅競爭力同埋發展動能亦都會嚴重受損。根據政府最新嘅人力推算報告，至到2028年，本港整體人力缺口呢將高達18萬人，情況令人憂慮。值得注意嘅係，目前本港不同行業及職業嘅層級，從高端專才、專業人士，以至中層技術人員、基層勞工，都出現不同程度嘅人手短缺。以建造業為例，估計至2028年人力短缺呢係將達45000至到55000人，而八大中心中嘅國際創科中心，亦都將面臨呢係達23000人嘅人手差額。本人係內務委員會轄下嘅研究人口政策和措施小組委員會嘅委員，喺相關會議上呢係多番向政府當局強調，香港現在所缺嘅不單係250萬年薪嘅高端人才，而係各級甚至連25萬年薪嘅，包括一啲較基層嘅勞動力或者係大學畢業生呢，都短缺。喺咁嚴峻嘅背景下，我哋如何落實北部都會區規劃，推動新型工業化呢？如何吸引更多龍頭企業來港發展呢？若果係只係有將而無兵，各行各業又點樣打勝仗呢？主席，特區政府自2015年發表人口政策策略與措施報告之後，至今已經係近10年啦。期間係經歷咗各種社會事件同埋新冠疫情嘅衝擊，亦都出現人口流動等嘅變化，社會需要已經係大不同。係時候重新制定具前瞻性嘅人口政策，提出切實可行嘅新建議。我認為特區政府應該係盡早設立專責區域人口政策嘅最高嘅層次嘅架構，完善頂層嘅規劃，將人口嘅政策係置於施政嘅高階位置，統籌全域，從短、中、長期3方面全面規劃人口發展與人力資源嘅配置，包括進行新一輪嘅人口政策檢討，並且係建立人口數據庫，動態追蹤勞動力供應、人才流動趨勢，運用數據驅動決策，先至能夠真正做到未雨綢繆。同時，呢個專責嘅架構係應該擁有實質嘅協調權，打破部門嘅壁壘，結合不同政策局嘅資源，強化跨部門協作。例如要求發展局同步規劃土地與人口承載量，或要求教育局按產業需求調整不同學科嘅資源配置等。主席，要有效應對本港人口結構危機，特區政府顯然唔能夠只係靠零星嘅政策，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為咗充分發揮該專責架構嘅角色同埋功能，當局應該多管齊下，推出下列嘅政策配套措施。短期而言，當局應該係持續優化輸入人力嘅政策，填補關鍵嘅缺口。政府近年推出多項輸入勞工計劃，包括補充勞工優化計劃同埋行業輸入勞工計劃，雖然係初見成效，但係規模仍然不足。例如2028年建造業估計缺口係大約5萬人，現時嘅配額係只係12000。各行業熟練技術人員缺口6萬，目前嘅計劃係僅係提供1萬個名額。當局應該係適時檢視及擴大相關嘅
配額，並加快審批程序，補充短期嘅缺口。同時，當局應該係強化本地勞動力嘅培育與再培訓嘅機制，致力提升整體勞動力嘅參與率，特別係釋放婦女、青年及銀髮族嘅潛在勞動力。政府應該透過再培訓、就業支援、靈活工作安排及社區託兒、託老服務等，讓更多人能夠參與就業，例如推動家庭友善職場文化、完善中高齡就業計劃。政府亦都可以帶頭推行彈性退休制度，允許65歲以上嘅公務員按能力續聘，以及設立銀髮創業基金，鼓勵長者發揮所長。中期而言，當局應該配合八大中心嘅發展，優化教育資源配置。八大中心係國家為香港確立嘅8個重點領域，包括國際金融中心、國際創新科技中心、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國際貿易中心、國際航運中心、國際航空樞紐、亞太區國際法律及爭議解決服務中心，以及區域知識產權貿易中心，代表咗未來香港嘅重要發展方向。當局應該根據最新嘅人力需求預測，加強與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合作，就各個經濟領域制定教育培訓策略，調整學科及學額嘅分配，對接產業需求，建立全方位、分層次嘅人才庫，涵蓋高端、中端及基層技術人才，擴大持續進修基金嘅適用範圍，以涵蓋 AI、人工智能等新興嘅技能培訓。長遠而言，當局應該優化鼓勵生育政策，以及系統性延攬海內外嘅青年人才，致力構建可持續人口生態。政府近年推出新生嬰兒獎勵金等嘅措施，帶來一定嘅正面效果，但係力度仍然不足。當局應該進一步增設子女免稅額，提供教育津貼，增加全薪嘅育兒假，營造鼓勵生育嘅社會氛圍。同時，特區政府應該加強香港人才服務辦公室與海外經貿辦嘅協作，既設法吸引"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同埋地區嘅青年人才來港升學就業，又主動為歐美華裔留學生提供來港就業諮詢同埋配對嘅一站式服務。總括而言，人口問題從來唔能夠以零散嘅政策措施去應對，特區政府必須拿出魄力與遠見，盡快設立最高層次嘅專責架構，將人口政策提升至最高嘅策略層面，制定完整前瞻科學嘅人口與人力資源發展藍圖，並且係加強跨部門嘅統籌同埋協調，以及促成不同行業、專業同埋社會各界合作，推動系統性嘅改革，先可以為八大中心嘅發展注入源源不絕嘅人才活水，讓我哋嘅經濟與社會真正行穩致遠。主席，本人稍後會就梁毓偉議員同埋林琳議員嘅修正議案表達意見。本人謹此陳辭，懇請議員同事支持本議案。主席，梁毓偉議員同埋林琳議員動議嘅修正議案從不同角度令到原議案嘅內容進一步充實，本人再度表示感謝。梁毓偉議員嘅修正案指出，人口呈高質量發展可以提升城市嘅規模同埋活力，既與香港長期繁榮穩定息息相關，同時亦都關乎民族復興。本人對此係十分認同。梁議員建議特區政府完善人口發展戰略同埋政策體制，包括設立本人所提及嘅專責規劃人口政策嘅最高層次架構，以便就香港人口發展作持續性、針對性嘅調研同埋部署。梁議員係着重提到當局應該訂立人口總量目標，我認為特區政府同埋社會各界可以就此展開更加深入嘅探討，設法尋求共識。正如本人喺主體發言中表示，
大家嘅目標應該係一致嘅，就係要致力於制定完整、前瞻、科學嘅人口與人力資源嘅發展藍圖。林林議員嘅修正議案則強調，為咗促進本港人口長期均衡發展，特區政府需因應時下港人作出生育決定時面對嘅現實顧慮同埋其他影響因素咧，係推出切實可行、更具針對性嘅支援措施。本人喺主體發言中亦都提到，當局應該係優化鼓勵生育政策，致力構建可持續人口生態。林議員認為，當局應該係推動發展輔助生育科技同埋服務，對此我都係贊成嘅。不過，正如我喺5月16號嘅研究人口政策同埋措施小組委員會會議發言時向當局指出，香港現時1年出生嘅嬰兒大約係3萬，10年前都仲有5至6萬，再之前當然更高。面對人口老化同埋生育率咁低，我哋支援家庭嘅各種措施，希望係達到其中一個重要嘅目的，係不單止令到佢哋住得開心同埋和諧，而且係真正能夠鼓勵年青夫婦夠膽生多1兩個 BB。喺促進家庭友善、子女教育等嘅問題上令佢哋唔使有咁多嘅顧慮，通過各種嘅配套政策措施，讓年青夫婦可以放膽咁樣去培育下一代，呢個應該成為我哋致力達到嘅目的。主席，綜上所述，梁雍偉議員同埋林林議員嘅修正議案與原議案係互為補充，相輔相成。我希望議員同事們都予以支持。主席，本人謹此陳辭。主席，連同提出修訂嘅梁雍偉議員同埋林林議員今日係總共有38位議員同事就本人嘅議案發言，表達對人口政策嘅真知灼見，本人衷心咁致謝。我必須指出，特區政府喺人口政策同埋對應措施方面雖然並非空白，但係就未夠全面，未夠高瞻遠矚，更加缺乏強而有力嘅高層次專責架構去規劃同埋統籌。我希望我嘅動議能夠引起香港特區政府同埋社會各界對人口政策係進一步嘅關注，加強籌謀同埋規劃，令到香港經濟同埋社會得以持續發展。懇請議員同事們係支持議案。